后来，这个周日8月7日是七夕的情人节，皮湖有男子开大条钱，请这个厂商放烟火，向女朋友来求婚。结果有居民看到这个草包有火迹，赶紧来报警。虽然最后无造成着火烧的意外，但是消防局发现这个厂商放烟火并无照部来，甲开罚单。哇！ 烟火声音变变叫，色水五彩缤纷，美丽热闹烟火伫咧星空正醒目，目上真侪人注目。男女朋友有侪朋友甲烟火条条斗打真水的烟火背景，成功求婚。不过想不到煞传出，有人看到烟火放完了后，附近的草埔竟然伫咧着火，遂赶紧通报消防局。 消防局赶到现场了解，发现民众无照规矩在放烟火。代志就发生伫咧昨日暗时7点外，平湖马经的饭店边仔。当时查甫人竟伫咧情人节庆祝，准备甲女朋友求婚，开要超值班，请厂商放烟火。不过厂商并无照规定放，为着让烟火发射更较水，就使用电线串接来放。不过安尼做除了违反平湖的地方治理条例，嘛违反烟火管理条例，可能会罚款3万到15万。为依产品的安全使用方式进行施放那系违反本县爆竹烟火管制自治条例第8条第1项。放烟火违反规定，厂商局政府规划，嘛因为带来危险性，和民众会感觉惊惊。 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